好啊，咁我要準備。我哋下 part 係估下可以啊。我哋將會問挑戰者10條問題，挑戰者要從中揀出正確嘅答案。佢哋會有2個錦囊，分別係50-50，幫佢哋消除2個錯誤嘅答案，同埋現場觀眾問意見。如果佢哋答中晒所有問題嘅話，將會有一份神秘嘅禮物。因為百萬富翁係一錯就 cut 㗎啦嘛，但係我哋會玩埋落去嘅。哦，OK，玩埋落去嘅 OK，係啦。咁我哋嚟個 intro 先。第一條問題係以下邊一部唔係莎士比亞4大悲劇之一？唔係 A. 李爾王 B. 奧賽羅 C. 哈姆萊特 D. 羅密歐與朱麗葉。唔記得咗，總之有睇啊！咩啊？奧賽羅唔係啊？我覺得係喎，係啊！我記得佢哋咧玩嗰時有講呢個名係李爾王啊，佢揀李爾王，好似係。喂，有冇錦囊打電話俾朋友嗰啲㗎？我俾2個50-50你哋好唔好啊？你會唔會想用現場觀眾？冇用喎。現場觀眾，我問阿 V，係啊，上網 check 啊。爆啊！4大悲劇之一啊！係。我俾人朱莉，唔係4大悲劇俾人朱莉唔係啊！係咯，應該都唔係。確定咗啦嘛。係 D. 羅密歐與朱麗葉，正確答案係 D。我要扮埋嘅，要彩㗎嘛。好彩啫。我想問佢哋答錯係咪李爾王？ B 迷。下一題，以下有邊一隊樂隊係嚟自英國嘅咧我應該估到啦。 ？Muse B. 係咯。Mr. Children C. 一定係 Mr. Children。 Green Day 同埋 D. Nickelback。呢個係北美㗎嘛，好似 A 咯。 A 咯。好，係正確答案係唔係嚟自 A 係啱。 Yes。好，咁我哋下一題啦。好啦，第3題，以下出演過福爾摩斯嘅演員，嗱，以下呢4位啦，有邊一個唔係嚟自英國嘅咧 ？A. Henry Cavill 今日係英國。 B. Robert John Downey B Jr. 啊 C. Benedict Cumberbatch 係啊同埋 D. B 好 Tom 差 Holland。 ，Iron Man。 B。 B 好，正確答案係 B， Yeah。就係 Iron Man 啦。Iron Man 就唔係英國人嚟嘅，今日好差。美國美國人嚟嘅。咁我哋下一題啦。呢個嚟自英國以。下邊一個節目唔係英國製作嘅咧？唔係英國製作。係啦 A. 百萬富翁系列 B. The Voice 系列 C. Got Talent 系列 D. Master Chef 系列。咦，我唔知 A 定 B 係答案。Got Talent 系列同埋 Master Chef 系列肯定係英啦。Voice 系列有 Maroon 5做過評判，調轉新 I Want You 嗰個啊嘛，但係嗰個係美定係英我又唔肯定。有冇50-50啊50-50啊？係50-50，好啦，咁我哋剩翻嘅答案咧就係 ？B 不是英國咯。 B 不是英國。OK，確定啦嘛？係啱嘅，係啦。B The Voice 係嚟自荷蘭嘅，2010年開始嘅。而家我哋去到咩幾多萬啊？我哋去到中間啦。我哋以下邊一部迪士尼電影唔係英國或者英國設定嘅咧？即係嗰個故事啊。係啦 ，A 就係 Alice in the Wonderland 啦，愛麗絲夢遊仙境。B 小飛俠 Peter Pan。C 羅賓漢同埋 D 美女與野獸。可能係 Peter Pan 係。 Peter Pan 同羅賓漢都係英國。 D 啦，應該係。係咯，似啲德國嗰啲格林童話嗰啲。好 Beauty and the Beast 係啱。你 Yes。哋好勁喎！我美女與野獸咧個 set 係喺法國嘅鄉村度嘅，愛麗絲係喺維多利亞時期嘅英國嘅 Peter Pan 同埋羅賓漢就直情喺愛情咁啦。好，我哋下一題，以下邊一本批唔係嚟自英國嘅？哇，應該係正式答係咯。 A 就係 Cornish 有冇得問現場觀眾嚟㗎？冇啦。冇啦。 B 就係 Shepherd's Pie， 好啦 C 就係 Steak and Kidney Pie，D 就係 Key Lime Pie。有邊個不是英國來的？不是英國。英國應該係全部都好重口我覺得似 D 咯，我覺得 D 太過 fresh。拉拉地咁。係啊。D 我哋個 D。 D 唔係，好係啱嘅，勁喎你哋。A Cornish 就係康和嗰邊。哦。Shepherd's Pie 即係 B 啦，就係愛爾蘭嘅家常菜。D 嗰個派就係嚟自美國佛羅里達群島嘅。第一題咧就係
英國服飾配件，以下邊一項配件係起源於英國嘅咧？即係邊個 accessory？A 圓頂硬禮帽，B 就係貝雷帽，C 咧就叫軟呢帽，D 咧就係巴拿馬草帽。巴拿馬應該唔係啦，即刻勾佢。好明顯啦。我都覺得係A。貝雷帽應該有啲出奇，應該係其他民族嘢。A，我哋覺得係。確定咯。確定。正確答案係 A 嘅。Yes 完全冇通水啊！真係好勁！你哋即係你哋本身有默契之餘咧，你哋好信大家，我覺得呢個遊戲其實唔係用嚟測試你哋，純粹係玩，但係我覺得你哋好有默契。唔係嗰個問題，最主要係我哋覺得係真係冇100萬俾我哋，所以我哋好放膽。如果唔係太大鑊，有鬧交啊！即刻你喺度打交嘅。其實咧就係1849年喺倫敦誕生嘅。哦。呢帽就係嚟自1882年嘅喜劇，之後就喺美國流行啦。巴拿馬帽就係實際源自於厄瓜多嘅。哦，係。下一題啦。第9題啦。第8題。以下邊一種音樂類型嘅發源地係喺英國嘅咧 ？A. Heavy Metal B. Grunge C. Reggae D. Hip Hop。Grunge。唔係。咁咪喎。唔係啊，唔係。 reggae。嗱，我印象之中，其實喺美國就發大咗啦。係啊。Grunge 就一定係西雅圖啊。哦。正式嚟講 Heavy Metal 咯。就咩啊嘛？你哋都撇除咗 hip hop 㗎啦，你哋都。係啊。同你。好，係咪我哋個隊友啊？係咪翻嚟啦？我問你一個問題，可唔可以問埋佢？可以啊，可以咁埋啊。佢一齊答。佢係 heavy metal 啦。啱啦。其實就係 A 係啱嘅。我哋嘅幫手翻咗嚟。第9題，以下邊一項喺香港係屬於禁忌，而喺英國亦普遍認為係唔吉利嘅咧 ？A 室內開遮 B 係送中 ，C 係喺食物度直插支叉 ，D 係個數字4字 ，number 4。有頭先 A 或者 C。如果你錯嘅話，係咯，我哋全部都啱喎頭先。你又俾100萬yen出嚟，都好100萬嘅，你估少嘅。係咯，5萬蚊喎。係咪真係 C 咧？我信佢，信佢咯，我哋唔識。係啊。我唔肯定啊，其實。但係有咩？唔係因為我冇錢啊。唔係有咩人會喺室內開遮？好，咁你哋決定係 C 嘅。C。餐具上直插食物係錯。正確答案係 A 室內開遮。哦。英國如果你錯嘅話，係咯，有咩人會喺室內開遮？同香港咧都係有室內開遮唔吉利嘅民間傳統嘅。哦。咁我哋唔係英國人咯。係啦，咁就喺維多利亞時期流傳嘅，同安全係有關，但係實際上我就唔知啦。點解啊？OK。係啦，咁我哋玩埋最後一題啦。我哋有冇？以下邊一種類嘅 IPA 係起源自英國 ？A 就係 India A 或 B 咯應該。B gin C tequila 同埋 D sake。細個。 C 同 D 一定唔係，Gin 係唔係英國？嗱，你話 India Pale Ale 咧，因為啤酒嘅起源喺比利時嘅應該。India Pale Ale 佢係因為要 ship 過去 India，所以佢變咗加到好多酒花。ship 去 India 或者英國殖民時代。係啦，以前殖民時代㗎嘛。我講 B 你啱 B 啊？有邊個係相對地飲得多酒嘅？黎媽飲得。我即係 IPA 我都會飲嘅，係啊。Gin 我真係冇乜印象，我會揀 A 咯。我信酒鬼。好，正確答案係 A。錯一題啫，係啦。咁 IPA 就係18、19世紀英國釀酒師咧，為遠洋出口加強酒精嘅酒嚟嘅，係啦，都唔緊要嘅。嗱，本身咧我又準備咗啲禮物嘅，都係酒嚟嘅，所以點解酒擺咗最後咧？嗱，咁呢個就係啱啱好啦，你哋4位成員，多謝你，多謝晒嘅，好好嘅一個平台。直接喺英國買翻嚟嘅。哦，哇，好有心思，好得意嘅4個酒版。你係英國嗰邊翻嚟㗎？係啊。佢講翻落嘅。你哋可以一人試一隻味都得。好，正，多謝晒，多謝晒。多謝你試完就攞。好啊，好啊，你可以喺英國買到嘅呢啲。好啊，好啊。